做伙读圣经，今仔日5月13，咱要对约书亚记第22章读到士师记第2章。约书亚记22章到24章。第22章，迄时约书亚召集鲁本支族、迦得支族、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对因讲：上主的仆人摩西命令恁的，恁拢有遵守；我命令恁的，恁嘛有听从。一直到今仔日，恁遮尔久拢无放杀恁的同胞，恁有遵守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但上主恁的上帝有照伊的应允，互恁的同胞享受太平。现在恁通倒转去恁兜，转去上主的仆人摩西伫约旦河东边赐互恁做家业的地。毋过恁一定得谨慎，遵行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恁的诫命甲律法，听上主恁的上帝，行伊一切的道路，守伊的诫命，忠诚，无离开伊，专心专意服侍伊。约书亚甲因祝福，送因去，因就倒去因兜。玛拿西半支族已经伫巴山对摩西分着家业，另外半支族伫约旦河西边，甲因的兄弟做伙对约书亚分着家业。约书亚送因倒去的时，甲因祝福，吩咐因讲：恁着将抢着的赠礼品，就是真侪的精星、金、银、铜、铁，甲非常侪的衣服，摕倒去恁兜，分互恁的同胞。对安尼，鲁本支族、迦得支族、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就对迦南地的示罗出发，甲其他的以色列人相识，倒去因得到的基列地，就是摩西照上主的命令分互因做家业的地。鲁本人、迦得人、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伫迦南地的约旦河地区、瓦群河的所在，起一座大个很密的祭坛。以色列人听见鲁本人、迦得人、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伫迦南地对面约旦河边以色列边界起一道祭坛，以色列全会众就伫示罗聚集，要去甲因攻打。以色列人派祭司伊利亚撒的囝菲尼哈去基列地，鲁本人、迦得人、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遐，甲伊做伙去的有10个支族的领袖，因嘛是以色列逐宗族、逐家族的士大。因到基列地见鲁本人、迦得人、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对因讲：上主的全会众安尼讲，恁是安怎背叛以色列的上帝？今仔日恁越头无对上主，为家己起一座祭坛，背逆上主，犯遮大的罪。以前咱伫边里犯罪，瘟疫临到上主的会众，到今仔日还未洁净，咱要看做无要紧是无？恁竟然越头无对上主，恁今仔日背逆伊，明仔载伊会对以色列全会众发大生气。恁若想讲所得到做家业的地无清气，通过来上主的地，就是有上主会幕的所在，就会伫阮中间得到家业。总是毋通背逆上主，嘛毋通背逆阮，毋通伫上主咱的上帝祭坛以外，搁为家己起祭坛。以前舍拉的干仔孙阿干，兼毋是伫迄个应该毁灭的物犯罪，上主的受气就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因为伊犯罪，死的人毋是单单伊一个人。鲁本人、
迦得人、马拉西半支族的人，因以色列宗族的时代讲，大权能的主上帝，大权能的主上帝，伊知，愿以色列人嘛知，阮若有背叛，也是背逆上主，今仔日就互阮死。阮若为家己起祭坛，外头无对上主，也是伫坛顶献烧化祭、素祭、平安祭，愿上主甲阮刑罚。毋过，毋是安尼，阮做即个代志是惊了有一日，恁的后代对阮的后代讲，恁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有甚物关系？上主设即个约旦河做恁甲阮中间的界界。鲁便人、迦得人，恁无权通做上主的子民。安尼，恁的子孙会害阮的子孙无过敬畏上主，所以阮就决定要为家己起一座祭坛，毋是为着献烧化祭，也是其他的祭，是为着要伫恁甲阮以及恁的后代甲阮的后代中间做证据，阮通伫上主的会幕献烧化祭、平安祭，甲别款的祭来服侍伊。遮免恁的子孙将来对阮的子孙讲，恁无权通做上主的子民。所以阮讲，将来伊若对阮也是阮的后代安尼讲，阮通应讲，你看，阮列祖起的祭坛甲上主的祭坛形体完全共款，毋是为着要献烧化祭甲其他的祭，是为着要做恁阮中间的证据。今仔日，阮绝对无即个意思，要伫上主咱的上帝会幕头前的祭坛以外，搁另外起一座祭坛献烧化祭、素祭，甲其他的祭来背逆上主，外头无顺探伊。这是腓尼哈甲会众的领袖，以及甲伊做伙去遐以色列宗族的时代，听着鲁本人、迦得人、甲马拉西人所讲的话，就拢真满意。这是伊利亚撒的囝腓尼哈对鲁本人、迦得人、甲马拉西人讲：今仔日，阮知上主甲咱同在，因为恁无犯即个背逆的罪来得罪伊，恁实在有救以色列人脱离上主的刑罚。这是伊利亚撒的囝腓尼哈甲遐的领袖离开基列地区的鲁本人、迦得人，倒去迦南地以色列人遐，甲因报告即个事。以色列人拢真满意，就称赞上帝，无过提起要攻打鲁本人甲迦得人，毁坏因徛起的地。鲁本人甲迦得人就甲即个祭坛叫做见证的坛，是讲即个坛伫咱中间见证上主是上帝。第23章，上主互以色列人享受太平，无受四围对敌的攻击。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约书亚年老，伊调集全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甲官长，对因讲：我已经年老啦，恁有看到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对遐个国所做一切的事，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为恁交战。我所消灭遐个国家的土地，对约旦河到西边、地中海，包括还未征服的国，我已经抽签分予恁逐支族做家业。上主恁的上帝要为着恁将因赶走离开恁，恁就会照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应允，得到因的土地做家业。所以恁着加倍勇敢，忠实遵行摩西律法一切所有的记载，毋通偏左偏右。恁中间还未互恁征服的国，恁毋通甲因交叉，
毋通提起因的神明的名，毋通记因咒詛，毋通服杀因，毋通跪拜因。恁着忠诚，无离开上主恁的上帝，亲像恁过去到现在拢安尼做。因为上主已经将大佮强的国对恁的面前赶走，到今仔日，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恁一个人会当赶走1000人，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照恁伊对恁的应允为恁交证。恁着谨慎，着听上主恁的上帝。恁若越走离开上主，甲伫恁中间留落来的人民交叉，甲因通婚往来，恁着确实知上主恁的上帝一定无要将遐人民对恁的面前赶走，因为诚做恁的罗网圈套，拍恁的边，目睭内的刺，直到恁对上主恁的上帝赐予恁这个水的土地消灭。但我要行世间人拢着行的路，恁确实知上主恁的上帝应允要互恁的福气，无一项落空，拢实现伫恁身上。上主恁的上帝所应允一切福气，安怎临到恁？上主嘛会安尼，互逐款的灾害到伫恁，直到上主恁的上帝，甲恁对伊赏赐恁这个水的土地除灭。恁若违背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约，去服侍跪拜别个神明，上主会对恁发生气，恁会真紧对伊赏赐互恁这个水的地灭亡。第24章，约书亚组织以色列众支族到事件，依照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以及官长来，因就徛伫上帝面前。约书亚对所有人民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古早恁的祖先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甲拿霍的老爸，住伫幼发勒底河迄边，服侍别个神明。我带恁的祖先亚伯拉罕对幼发勒底河迄边出来，行透迦南全地，佮互伊有真侪子孙。我将以撒赏赐伊，佮用雅各甲以扫赏赐以撒。我将以东山区赏赐以扫做家业，互拿阿甲伊的子孙落去埃及。我差派摩西甲阿伦降灾害攻击埃及，然后带恁出来。我带恁的列祖出埃及，来到红海。埃及人派战车甲马兵对入恁的列祖，恁的列祖求叫上主，我就用黑暗隔开恁甲埃及人，佮用海水甲埃及人淹死。我伫埃及所做的事，恁拢亲目看见。后来，恁住伫旷野真久，我带恁到约旦河东边阿摩利人所住的所在徛起，因甲恁交战，我将因交伫恁的手，互恁得到因的地。我为着恁，甲因消灭。彼时，摩押王西巴的囝巴勒起来，甲以色列人交战，佮派人去叫比尼的囝巴兰来甲恁咒诅。我毋听巴兰的话，颠倒互伊连线甲恁祝福。安尼，我就救恁脱离伊的手，恁过约旦河到耶利哥，耶利哥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吉甲撒人、希米人、亚布斯人，拢甲恁交战。我将因交伫恁的手，我降瘟疫伫因中间，将阿摩利人两个王对恁的面前赶出去，毋是用恁的刀，嘛毋是用恁的弓。
我想使恁的土地，毋是恁家己开垦的，城嘛毋是恁起造的，恁住伫迄内面，这毋是恁栽种的泡汤园甲橄榄园的果子。但恁着敬畏上主，诚心实意服侍伊，将恁的列祖伫幼发列底河迄边甲伫埃及服侍的神明除去，来服侍上主。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今仔日恁着经恁爱要服侍的，看是恁列祖伫幼发列底河迄边所服侍的神明，也是恁徛起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神明，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上主。人民回答讲，阮一定无要去杀上主，去服侍别个神明，因为上主阮的上帝有带阮甲阮的列祖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伫阮的目睭前行遐个大的神业，伫阮行过的路、经过的逐国，伊拢有甲阮保护。上主阁为着阮赶出住伫即所在阿摩利人甲列国的人，所以阮嘛要服侍上主，因为伊是阮的上帝。毋过，约书亚对人民讲：恁袂当服侍上主，因为伊是神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袂赦免恁的过失、恁的罪恶。恁若离开上主去服侍外邦的神明，上主伫赐福气互恁了后，会活转来降灾祸，甲恁消灭。人民应约书亚讲：袂，阮袂离开上主，阮一定要服侍上主。约书亚对人民讲：恁今要服侍上主，恁家己着做家己的证人。因应讲：好，阮愿意做证。约书亚讲：但恁着将恁中间外邦的神明除去，互恁专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人民应约书亚讲：阮一定要服侍上主，阮的上帝，听探伊的话。迄日，约书亚就带人民甲上主立约，伫示剑为因制定规则甲条例。约书亚将这话拢写伫上帝律法的册，佮将一块大石头踩伫上主圣所边仔的上树骹。约书亚对所有人民讲：恁看，这块石头要甲咱做证，这块石头有听着上主所有吩咐咱的话，要对恁做证，遮免恁背逆恁的上帝。约书亚解散人民，因就倒去家己本地的土地。这个事以后，上主的仆人伦的囝约书亚死，享年110岁。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亭纳西拉，伊本地的土地。约书亚活地时，以色列人服侍上主。伊死了后，遐知影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一切的事的长老，要活地时，人民犹原服侍上主。以色列人将因对埃及带倒来约瑟的骨骸安葬伫示剑，就是哪国早前用100块银对示剑的开拓者哈莫的后代买来的地，这块地做约瑟后代的家业。阿伦的囝以利亚撒嘛死，因将伊安葬伫伊的囝菲尼哈所得到以法莲山区的山路仔顶。士师记第1章、第2章。第1章，约书亚死了后，以色列人请问上主讲：阮倒一个支族着大声去攻打迦南人？
上主讲，犹大之族生气，我已经将迄个地交伫因的手。犹大人对因的亲族西面人讲，请恁甲阮做伙去阮抽着的土地，甲迦南人交战。阮嘛会安尼甲恁去恁抽着的地做伙交战。西面人就甲因做伙去，犹大人就出阵。上主将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交伫因的手，因伫比色害死10000人，因伫比色拄着阿多尼比色甲伊交战，太赢迦南人甲比利洗人。阿多尼比色逃走，因追入伊，甲伊掠着，斩断伊的手甲伊的骹的大头母。阿多尼比色讲，以前有70个王，骹手的大头母拢互我斩起来，伫我的桌骹捡食物。但上帝照我所做的报应我。犹大人带伊去耶路撒冷，伊就死伫遐。犹大人攻取耶路撒冷，用刀害死城内的人，搁放火烧城。后来，因搁落去攻打住伫山区尼吉夫甲山坡的迦南人。犹大人搁攻打遐的住伫希伯伦的迦南人，杀死示西、阿希曼、达美。希伯伦以前叫做基列阿巴。犹大人对遐去攻击底壁的住民。底壁以前叫做基列西弗。加勒讲，什么人攻取基列西弗，我就将我的查某囝阿萨，互伊做某。加勒的小弟基纳斯的囝俄德列攻取这个城，加勒就将查某囝阿萨，互伊做某。阿萨出嫁迄日，俄德列叫伊着甲伊的老爸讨一窟园。阿萨对卢啊热爱，加勒问伊讲：“你要爱什么？”阿萨讲：“请你互我一份礼物，你有互我一块南边的大地，请搁互我水泉。”加勒就将顶下2个水泉拢互伊。摩西的丈人是基尼人，伊的后代甲犹大的后代对樟树城耶利哥做伙去阿拉迪南边犹大的旷野，甲遐的人做伙住。犹大人甲因的亲族西面人做伙拍败住伫西法的迦南人，将城完全消灭。迄个城就叫做何尼玛。犹大人搁攻取加萨、阿什基伦、以格伦甲因周围的土地。上主甲犹大人同在，因就占领山区。毋过，因袂当甲住伫沿海边地的居民赶出去，因为遐的人有铁的战车。因照摩西的吩咐，将希伯伦互加勒，伊就对遐赶出阿拉后代3个族。便雅悯人无将亚布斯人对耶路撒冷赶出去，因就甲便雅悯人做伙住伫耶路撒冷，直到今仔日。约瑟家就是犹法人甲马拉西2个支族攻打伯特利，上主甲因同在，因派人去探查伯特利。迄个城以前叫做罗斯。侦探看到一个人对城内出来，就对伊讲：“请甲阮讲，要安怎入这个城？阮会好好啊对待你。”迄个人就报因入城的路，因杀死城内的居民，只有放迄个人甲伊全家。
迄个人去迄人的地区起一座城，甲伊号名叫做罗斯。到今仔日，即个城要叫即个名。马拉西人无赶出别神、塔拉、德尼、以别人、米格多，甲遮个城附近庄下的居民。迦南人坚持继续住伫遮个所在。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就互迦南人做苦工，无全部甲因赶走。以法莲人无甲住伫基色的迦南人赶出去，迦南人继续甲因住伫基色。西布伦人无甲住伫基伦甲拿哈勒的人赶出去，迦南人继续甲因做伙住，做苦工。阿瑟人无赶出阿科、西顿、阿希拉、阿吉色、希巴、阿弗吉甲利合的居民。阿瑟人甲迦南人做伙住，无甲因赶走。那弗哈利无赶走别示麦甲别阿拉的居民，因甲迄所在的迦南人做伙住。毋久，别示麦甲别阿拉的居民拢为因做苦工。阿摩利人强迫但的人住伫山区，不准因落去平原。阿摩利人继续住伫希勒斯山、阿雅伦甲山边。约瑟街上强盛的时，就互因做苦工。阿摩利人的地界对阿克拉宾山平到西拉北平。第二章，上主的使者对吉甲来到普金，对以色列人讲：我互恁对埃及出来，带恁来到我对恁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我捌讲，我甲恁立的约，我永远袂违背。恁嘛毋通甲即所在的居民立约，着拆毁因的祭坛。恁竟然毋听我的话，恁是安怎安尼做？因为安尼，我甲恁讲，我无要对恁的面前甲因赶走，因要诚做恁的对敌，因的神明要诚做害恁的罗网。上主的使者讲这话了后，以色列众人就大声啼哭，因甲迄所在号名叫做普金，因伫遐献祭互上主。约书亚解散以色列人，因就倒去家己本地的基业，占领遐的土地。约书亚活地时，人民服侍上主。伊死了后，遐亲目看到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伟大的事的长老要活地时，人民有缘服侍上主。上主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享年110岁。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丁纳西拉，伊本地的土地。迄代的人拢死了，后一代的人起来，因毋捌上主，嘛毋知伊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去服侍巴力。因弃杀带因出埃及的上主，因列祖的上帝，去缀四位外族的神明，甲因跪拜，惹上主生气。以色列人弃杀上主，去服侍巴力，甲阿斯塔约。上主对因发大生气，将因交互掠因的人，伊阁将因交互四位的对敌。以色列人就袂当
抵抗因的对敌。因逐本出阵，上主拢照伊所讲所立誓降灾祸攻击因，因就非常困苦。上主兴起士师，士师就解救人民脱离抢掠因的人的手。毋过，因无听探因的士师竟然背叛上主，去对别个神明甲因跪拜。因的列祖顺探上帝命令所行的路，因真紧偏离，无照安尼行。上主逐遍为着因兴起士师，伊拢甲士师同在。伫士师要活地时，上主救人民脱离对敌的手，因受压制、哀惨吐气的时，上主就怜悯因。士师死了后，因活转去做歹，比因的列祖搁较严重，对别个神明甲因服侍跪拜，疑心白使所做的歹甲败坏的行为。上主就对以色列人生气，讲：这个子民违背我命令因的列祖应该守的约，毋听探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留落来的外族人，我连一组拢无要甲因赶走，用这的外族人来试验以色列人，看因肯亲像因的列祖遵行上主的道路也无。所以上主留这的族无将因交予约书亚，嘛无伫约书亚死了后真紧甲因赶走。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约书亚记22章到24章，以及士师记第1章到第2章。